打得了呀，對啲個願望啦，聽十幾遍，今日咧係呃，第40屆個個嘅呀，祈願法會。創建的配備，嘅就從開始上步，首從先咧，做佢嘅電子煙想堂板南道，聽路嘅新年，嚟到參加祈願法會嘅牧師加察寧波車，嗯，同埋看那所有嘅個就善知識、創得下你別組別，鼓上師，那就這吧，唱路了呀，仲有呃，好珍貴嘅加西月甚至僧眾，同埋世界各地嘅法友，同大家大大講陸個羽毛浪吉個祥如意，地就素質是地利。就是的，看得些三大用的啥呢？但係其實對孫權別嘅，今年嘅初初祈願法會期間呢，上上上路去衝送，我就諗要講啲咩嘅主題呢？咁就諗到咧，如果講解一非洲部都是點了呀，Dusum 馬路 Kemba 嘅大眾開示咧，嘅應該會好好。半點對咁孫權，原因係咩咧？對孫權不顧娘嘅的點呢？首先咧，今年孫咧孫元法係律嘅對孫權不喺菩提是迦耶孫子學徒不從一配合呢一個家居祈願法會嘅前行每當到開示，孫前呢，那他的亦都能夠咧慶祝我是個了呀，啊 半點對孫權 Dusum 別嘅。Kemba 嘅涅槃832週年嘅特殊紀念日咧。那就這個月的確寫圖影比那樣所以咧，重鬆。我諗咧，如果但這樣嘛，正行嘅時候咧，開始就係講其他的大天呢，同比嘛，前行咧係相呼應嘅話咧，會係那些好好啊。準備印度山呢，那得做了這個胸前冇得不知，讓那天對佢開發出嘅所以呢個印象係其別嘅，中一個原因。咁另就是外一個原因咧，就這些都不係來我個哋祈願法會期間咧，偏別啊、缺，總會咧聚集好多唔同背寫下的景嘅國巴西信眾。巴就是啦，開始話咁之前比做印起度山呢，但係對於講嘅就一啲黑大經啊、色的大論啦，那樣我多少或少了。者當代嘅學者研呀，超究，市那些邊那那個有空那裡如呀，果對超市啥初學者嚟的，講咧，係要對確實我哋嘅呀，有心有些幫助嘅法教這係好重樣做，迷茫郁悶了呀，鬆呀，那要。咁樣對了，另外不講到偏吧，什麼偏不大偏不起，眾開示嘅所以呢，傳道，老師也不太想，別那，這幹部咁吧了呀，係家具派歷代祖師咧，有專門所以針對普通嘅民眾去超市原點不宣想講嘅啲大眾開嘅，示，超市忙不也不應不來，咁咧係會啊，以對前都的比較一確有啲叫完幾天容送易明白嘅、對心有益嘅一啲，了呀，但超市忙不也。例如好似公保大師咧有好多部電信都半點對大眾孫權開示別嘅，那就當根本啊、嗯，或者係自己自覺，哈摩族巴，或者係那就戶主指點松別公。搶前面那其他嘅家具祖師咧都有好多呢一啲嘅大眾嘅開示。你呢啊，光給孫悟空拿落來啊，咁同樣咧喺看起來相啊當的多，法王杜松瓊伯咧，但係就就係佢嘅著作咧非常，那雖然唔係好宏大，但係咧篇幅又唔係好多。咁但係其中有幾部大眾嘅開示，如果我哋能夠閱讀啊呢一啲嘅大眾開示咧，我哋會可以好清楚咧，可以睇到家具嘅祖師嘅特色。所以咧，無論係開示咩咧，都係啊，都係因為實修圓滿而從正量當中流露出嚟嘅口訣嚟，所以咧佢嘅加持力咧係與眾不同。因為家具祖師嘅特色咧，佢係通達咗經俗嘅密意嘅精華，所以無論點樣開示咧，都係會有對我哋有好大嘅加持力。哦，這早上我做個就焯水的時候，煎餅餅呢，個月餅啦嘛，紅嘛，就是說的是。
간도 유기 다 공바 공백인부 가려인바 대 런겐도 지다 나는 지 송거의选比呢지 주변냠래 타르시미 인류산에 안에 냠도를 충배게 명하샤다인데버지 다는係因為睇到咧現在民眾家舉派嘅祖師，佢哋因為係通達經俗嘅密意啊，所以無論佢哋點樣開示嘅話咧，都因為佢哋實修圓滿咧，係從佢哋嘅正量當中流露出嚟嘅口訣嚟，所以佢哋嘅加持力咧係與眾不同嘅原因。咁好似呢啲咁嘅特質咧，係一應俱全。但係咧，後來咧喺家舉派上師宣講大眾開示嘅傳統咧，似乎咧係開始式微啦。咁後期嘅家舉派上師都好少聽到同埋見到咧有所謂嘅大眾開示。我諗咧，呢般對於一般嘅信眾嚟講咧，係有好大嘅損失。所以咧，借住今次嘅機會咧，可以一種介紹嘅方式去講述法王杜松坎巴嘅一部大眾開示。咁呢一部大眾開示咧，係開示咗講修持佛法必須要具足嘅六法。咁我就講呢一部，就係講佛法必須具足嘅六法。一開始咧就講頂禮珍貴上師、珍貴阿闍黎嘅開示。咁珍貴阿闍黎咧，應該就係指法王杜松坎巴。咁咧，大家都知道咧，佢係噶瑪家舉派傳承嘅創始者，就係第一世嘅卡寶冠嘅持有者，亦即係咧第一世噶瑪巴。咁第八世嘅法王爾居多姐咧，亦都有講，佛陀嘅化身吉祥噶瑪巴，咁佢同咧阿闍黎共巴咧係尊者嚟總吧，大陸遊戲夫人沙利噶瑪哇。他抽了原点的这些位呢，拉玛来呀，他原点也为大几米差吧，插沙拉哇，干部包括让给呗，沙纳巴，在外拉玛州去啊，干了贝罗哇，各地对山呢，塔拉干部来呀，这对什么看吧，阿星等等嘅大成就者之前咧，佢醫治過。안에 검진 상황이 천족스럽 근데 차버려 제 다 된저게 루유 된저양 총인 버려 지당 반대 뒤숨 캠베게 제가 모바당 리중바당 링가와당區咧三區咧係聲名遠播，同埋咧喺士多龍加貓華同埋插巴超星阿扎尼瑪扎等等嘅座前咧，佢去圓滿聽受咗顯宗方面嘅教法。咁同埋喺大仙人沙拉華同埋瑜伽士舍粒多姐兩位嘅座前咧，收集咗交通派法門有6年啦。咁然後喺大成就者
啊加祿同埋薩迦派嘅成就者康巴亞星啦，佢哋喺座前咧圓滿領受咗密咒方面嘅灌頂同埋傳承口訣。咁之後咧，去到達波康巴咧初次見到這共初嘅時候咧，咁係見到百度母同埋佢長期醫治江巴宿疾啦，當時有江波啦、杜松 K 白康嘅竹巴啦、阿支昂摩啦，同埋先知教啊，咁4位禪修精良嘅美譽有。咁總嘅嚟講咧，杜松 K 白醫治過康巴大師啦，就係中巴大師啦。林嘉華自公聯巴夫人區生燈周木林卡三微兩兄弟同莫利日巴大師7位親傳嘅弟子，咁圓滿咧係領受全部嘅教授。咁喺達波家具當中咧，大概咧只有佢一個人係做到嘅。咁佢咧第一次去到偉藏嘅時候咧，就已經喺當地聞思佛法10多年，咁並且咧實修咧就有12年以上。咁佢嘅傳記咧完全體現咗俱舍論當中講嘅咧應住戒勤修聞思修所成，具足咗聞思修三者嘅標準嘅殊勝功德。江波大師亦都曾經受記啦，實修康區嘅江波過嚟山咧係利眾遍及偉藏康區各處，佢依然咧係前往江波乃郎去到閉關實修嘅，咁之後去到康區興建咗江波嘅乃郎寺啦、加瑪日林寺啦、多邦湖寺啦，同埋浙江陰寺嘅。咁最早咧就係喺康區弘揚達波家具嘅人。咁喺關於大字方面咧，佢喺第8世如果對之裏面有一個講係思考王杜松 Khenpa 咧，佢嘅利生咧，山姐利千吉巴、藏巴、古吉巴帝斯、利巴謝扎、那普巴同埋藏巴咖喱。咁聖者善世桑結耶巴同埋生基扎巴羅巴片之者咧，毫無爭議咧，亦都係成為咗佢嘅弟子嘅。咁達波家具咧，金生杯傳承持有者都係對咧法王杜松 Khenpa 咧係非常之尊崇同埋敬重。咁柯西尼咧就係法王杜松 Khenpa 講咗乜嘢咧？咁佢就講證得無上佛果必須具足有6法啦。咁一切咧依他皆係苦，一切自主咧皆是樂。咁乜嘢叫快樂咧？乜嘢叫痛苦咧？簡單嚟講咧，自己身心能夠自主嘅咧就叫做快樂。自己身心不能自主嘅咧，受制於其他因緣咧，就叫做痛苦。咁我哋而家嘅身心有快樂嗎？咁暫時嘅快樂係有一啲，但係咧隨住因緣嘅改變咧，所以好明顯咧，我哋係其實冇真正嘅自主，只係咧仲喺輪迴當中咧要受業同埋有煩惱控制嘅時候咧。即使我哋獲得咗善趣嘅人天身咧，都只係一個暫時嘅快樂，唔係最究竟嘅恆久嘅快樂。咁乜嘢時候先至從業同煩惱嘅控制中解脫咧？係咩時候係獲得真正嘅快樂咧？係乜嘢嘅時候先至獲得真正嘅快樂咧？所以咧就要係呢一種咧恆久快樂咧，我哋就會叫做解脫啦。
咁而自己獲得解脫咧，又夠唔夠咧？其實係唔足夠嘅。咁比如話，好似呢幾日係聖誕節、新年嘅時節嘅時候咧，呢個時候咧，同家人團聚一起用餐，喺呢個歡慶嘅佳節當中咧。但係如果有不幸嘅事，如果屋企裏邊咧突然發生火災，而我哋自己唔去理我哋屋企人嘅死活，只係顧住自己逃跑嘅時候咧，咁樣啱唔啱咧？咁所以同樣嘅道理咧，僅僅係自己獲得解脫係唔足夠嘅，我哋係要陪伴呢一啲受業同埋煩惱折磨嘅眾生，同佢哋同甘共苦，同埋持續咧努力，去令到佢哋亦都能夠去從輪迴中解脫。咁如果呢一個就係咧，就叫做菩薩行啦。所以我哋要獲得圓滿嘅佛果嘅目的係咩咧？其實我哋就要利益無量嘅眾生，所以咧要首先要證得佛果，然後去利益眾生。如果要獲得呢個果位咧，所以就必須要具足6種嘅條件同埋信念。咁呢6樣嘢係咩咧？第一咧係信心，第二係智慧，第3係悲心，第4係竭見善知識，第5咧就係向善知識求法，而第6咧就係實修嘅意義啦。第一個咧就係講信心。《對心經》呢度就講到咧，首先信心最為重要，無有信心者不生諸百法，猶如火焚種，不能生青芽。呢度就講到咧，就係如果冇信心嘅過患係咩啦？咁呢度講到集學論當中講到咧，信心嘅功德，要穩固信心嘅根，堅定嘅菩提心。講到咧，信心係一切功德法嘅根本。亦都有講到咧，自身勝義諦，光耀日輪耀，無目者不見。咁呢度講勝義實相咧，無親義咧，係唯有具足殊勝嘅信心咧，先至能夠證悟。咁喺《華嚴經》就講到啦，信為寶藏，財與足，如手能聚善知根，守護增長諸功德，如母生信為前導，信令菩提樹增長。呢度有講說咗啦，好多信心嘅功德。喺6法當中咧，邊一個最重要咧？首先咧，所以就講信心係最重要。咁一般嚟講咧，喺6法當中咧，依止上師，然後請求口訣係好似更重要。但係點解會講信心最為重要咧？或者點解講首先係最重要咧？點解唔會講一開始就要依止上師？咁呢度有好多原因。咁首先咧，如果對上師同埋佛法冇信心嘅話咧，依止上師求法本身咧係唔會發生嘅。咁即使咧依止咗上師，請求咗口訣，如果內心仍然係冇生起信心嘅話咧，我哋嘅心咧仍然唔能夠轉向法。如果做唔到呢一點咧，無論係聞思修三者，或者講辯著三者咧，做得再多嘅話咧，亦都只係好似法，但係唔會成為真正嘅法。咁喺佛陀入邊有提到咧，無有信心者不生諸百法，猶如火焚種，不能生青芽。呢度就講到，如果冇信心咧，任何善嘅百功德咧係都唔會生起。咁所以信心嘅功德就如同咧寂天菩薩所著嘅集學論講咧，穩固信心根，
堅定菩提心。咁呢度講明咗咧，係對於三寶生起穩固嘅信心之後咧，就會生起堅定嘅意願，同埋想要獲得解脫同埋一切智嘅果位。咁喺呢度咧，岡波大師大眾開示嘅吉祥圓滿當中有講到咧，一切法嘅根基同埋根本咧就係信心。咁對於圓滿聖等覺嘅佛陀有信心咧，對於佛陀所講嘅法係有信心嘅時候咧，對於修持佛法嘅僧伽係有信心嘅話咧，咁如果有信心嘅就係恒常咧歸依三寶啦。所以要生起真正嘅歸依。咁首先，如果分辨你係咪真正嘅佛教徒咧，你有冇歸依？所以如果要歸依三寶嘅時候咧，首先最重要亦都係要有信心，要對於三寶咧有信心，先至會去歸依三寶。咁呢度有講到咧，Dusum Khempa 同Dusum Khempa有講到咧，有自生勝義諦，唯以信心證，光耀日輪耀，無目者不見。呢度講到咧，聖義嘅實相，無生嘅義咧，係唯有具足殊勝嘅信心先至能夠證悟嘅。咁以上咧又亦都引用咗《寶性論》經文，聖義嘅實相咧，無生之義咧，係唯有具足殊勝嘅信心者先至能夠證悟。呢個係咩意思咧？就係例如，如果相信佛陀所講嘅四聖諦確實係真理嘅時候咧，即使而家仍然未完全證悟咧，亦都會成日咧將呢一個義理放喺心上面思維嘅時候咧，亦都會有一日咧會遇到好嘅因緣咧，你就會真係能夠證悟佢嘅義。所以咧，如果冇信心嘅話咧，冇呢個信任嘅時候，就連思維都唔會去做。咁好似外道咧，佢對四諦咧係冇信心，雖然耳仔聽到，但係咧幾乎咧就唔可能會對呢個四聖諦咧生起定解。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冇信心嘅緣故。咁譬如話西藏有一啲積智嘅老人家喺學識方面咧嚟講咧，比唔上外道班智達，但係咧因為佢哋有信心，有一日咧必定會對空性同大手印咧生起深深嘅理解。咁呢啲一切都係因為信心嘅恩德。咁尤其咧係深深嘅空性啦、如來藏啦、大手印等等超越凡夫嘅思義嘅境界。我哋連咧一啲粗略嘅理解都好難獲得，更唔使講咧要去親證。咁但係如果我哋內心咧深處係相信呢啲係真實嘅，並且咧去發願祈請祈願咧，我亦都好似佛陀菩薩啦、傳承嘅祖師一樣咁證悟嘅話咧，如果咁樣做嘅話，有一日咧，我哋就真係能夠證悟。特別係咧，岡波大師岡波大師喺佢傳揮顯宗大手印裏面有講到咧，需要灌頂、觀修本尊、修持器物明點，只係依靠咧上師嘅慈悲加持咧，就能夠生起。所以咧，上師嘅加持主要係取決於我哋嘅信心同埋虔敬心。所以首先信心咧係能夠令到你面對好多不確定性嘅一啲平靜嘅工具。譬如我哋生活中有好多無法控制嘅一啲情況，例如係病咗啦，或者係失業啦，或者係失戀啦，或者我哋同家人嘅關係斷裂啦，出現一啲問題嘅時候咧，
咁所以呢個時候咧，我哋能夠對於有一種信心嘅時候咧，我哋自然咧能夠內心有平靜。有啲嘢咧超越我哋控制之外，就需要靠我哋嘅信心去支持。譬如話，一個人如果對三寶有信心，或者對土地神、地方嘅神有信心嘅話，呢個人就會相信，單止係呢個地球咧，係整個廣大世界咧，都有一種終極嘅秩序同埋重大嘅意義嘅時候咧，咁呢一種嘅信心咧，就能夠咧，我哋去面對自己咧一啲冇辦法控制嘅啲痛苦，或者唔公平，或者係生死嘅時候，係就能夠減少我哋內心嘅痛苦啦，能夠咧係帶俾我哋希望同埋依靠嘅感覺。咁而家咧有啲嘅藏人咧認為信心咧、信任啦係一種保守落後嘅表現。就會認為咧呢啲信心啊、信任其實保守落後嘅。咁講到咧，就會覺得係比較保守傳統嘅啲想法。但係咧，其實信心同埋信任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實都係好需要。因為我哋會有時候面對好多風險啊、變化嘅時候咧，譬如舉例咧，如果一個人咧相信黃金係有價值嘅話咧，黃金係會增值嘅，咁佢一定咧會去買黃金，因為你對於黃金咧係有信心，覺得佢係有價值嘅。咁但係黃金實際上咧只係一種金屬，但係因為咧你對黃金有信心，你就會花好多錢去買。咁你同埋你盡好多辦法咧去買佢。咁所以人與人之間互相之間嘅信心亦都係好重要。譬如做生意嘅人咧，佢對未來嘅商業前景或者合作伙伴要有信心啦，都係非常之重要。你就會願意去投入咧一啲資本去做生意啦。所以好多時候咧，有啲商人咧，古時候好多商人咧就坐船咧去跨越無邊嘅大海，去到好遠嘅地方。咁當時咧就同而家有啲唔同啦，因為咧當時點樣去到咧就係主要船主都要靠風力，係唔知道幾時先至會到達，所以風險咧亦都係非常之大。所以咧佢哋咧依然咧克服困難前往。總之咧，好多人咧因為對自己嘅行業或者願望有信心，先至會有勇氣去踏上從來未有走過嘅一啲新嘅路，去創新或者探索。所以我覺得信心啦，或者信任啦，唔單止係面對唔確定性時候獲得嘅平靜嘅工具。咁從另外一方面嚟講咧，亦都俾我哋咧面對風險嘅勇氣。咁然後就係信心重要，第二原因係咩咧？係就係令到你嘅行動咧變成可能。
알아서 군생의 직배권에 대한 법도야 요마 군생의 직배권에假設他們電法圖嘛因為咧，啊我哋對於未來咧，因為我哋係當然唔知道會點樣嘅。當我哋面對未來嘅時候咧，我哋係唔確定嘅，因為萬物嘅本性都係無常嘅，喺剎那之間咧，都係一直都係喺度變化。我哋冇辦法咧用道理咧或者邏輯咧100%咧確定未來會點樣。咁如果我哋要開始做一件事嘅時候咧，我哋嘅信心咧就好似要去啟動嘅按鈕一樣。咁就係令到我哋真正去行動嘅按鈕係咩咧？就係我哋嘅信心。譬如舉個例咧，如果我哋要揾一個朋友或者結婚嘅對象，首先咧第一步咧要建立嘅信任啊，係好重要。야나 소수기 이든 롱아 나 이체 롱아 된데기 미지인 바 이체와 야나 지 소소래야 팬동겐지 바 이체와 야나 라한다 지 샘카 튠보지 용사래 선서 된데지 이체와 다 된데기 이치 차대요 너 듀비나 咁呢一種嘅信任咧係包括咧要對於對方咧係真誠嘅，係可靠嘅，或者係相信咧對自己咧係有幫助嘅，亦都係對自己咧心意相投嘅。咁總之咧，我哋咧同人互動嘅時候，或者同一個人要建立關係嘅時候咧，最重要嘅咧就係首先要對呢個人咧有信心，有咗信任之後咧，先至會建立關係。又舉一個例子咧，好多人咧係從小咧接受教育啊。去學習嘅時候咧，最後讀完大學啊，或者研究所咧，要去讀到可能博士、碩士嘅時候咧，咁之後咧要做工作嘅時候咧，係因為相信長期嘅學習咧，係能夠咧喺未來過上更加好嘅生活。咁所以換個説話講咧，一般人咧相信咧長期學習係會令我哋帶來光明嘅前途。咁所以咧，信心同埋信任咧，就好似我哋開始做事嘅時候啟動嘅一個按鈕。信任咧令到我哋行動起嚟，因為有信任咧，我哋先至開始工作。開始行動起嚟，所以咧仲喺度思考，喺度推理之後會點樣？咁對我哋嚟講咧，冇實際嘅行動咧，咁就會能夠開始。咁第三個係咩咧？就係令我哋嘅痛苦咧變得有意義，因為我哋生活當中有好多冇辦法改變嘅一啲困難或者痛苦，譬如話失去咗一啲親人，或者有啲失敗，或者身體有疾病。如果用一啲道理或者邏輯去思考嘅時候咧，我點解會遇到呢個痛苦咧？我點解會咁樣嘅咧？如果你有信心嘅時候咧，或者信任嘅時候咧，就能夠認識到呢一啲冇辦法改變嘅痛苦。呢啲痛苦咧，其實係有特殊嘅意義。呢個係會對我嘅一個特殊嘅試煉。所以咧，信心同埋信任雖然冇辦法咧立即消除痛苦，
但係能夠咧阻止痛苦咧徹底去瓦解一個人嘅希望。소소런이 양답에 람래야 쇼예베 딱센지 근데 지금 지금 바르제 강가면 所以有啲藏族嘅老人咧，遭遇到一啲痛苦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認為咧，呢啲障礙咧或者痛苦咧就係修行嘅考驗，從而咧佢哋就會去消除、去轉化佢。同時咧，亦都會將個障礙咧嘅出現咧係視為咧喺我其實係走向緊一個正確道路嘅一個徵兆，所以佢哋咧就會比以前更加有決心同埋精進。有時候咧，佢哋就會將呢啲痛苦咧認識咧係因為佢哋自己過去嘅所做嘅業力嘅果報，佢哋就會透過持誦金剛薩埵、不動明王咒啦，咁去努力積聚資糧同埋清淨佢嘅罪障。咁就唔會因為咧遇到啲困難失去信心啊。咁另外又有一個例子啦，就叫做 Viktor Anders Frank， 佢嘅一個咁佢就係一個奧地利嘅一個精神病學專家，咁佢嘅意義治療，咁佢就係奧斯威辛集中營嘅其中嘅一個幸存者，就係喺世界大戰當中咧幸存者嚟其中一位。咁佢嘅父母啦同埋妻子咧，大部分嘅親人都死喺集中營。咁後來咧，佢亦都成為咗一個精神病專家。咁佢咧有個學説咧叫做意義治療。咁佢就寫咗一本書咧，叫做《活出生命嘅意義》當中講。咁佢就去講述佢嘅一個學説啦。佢就係當時咧係觀察喺集中營裏邊嘅極其痛苦嘅一啲處境，佢提出咗人類嘅一個意義咯。人類最基本嘅動力係追求嘅意義係咩咧？佢書裏邊咧寫到咧喺集中營裏邊咧有啲幸存落嚟嘅囚犯咧，都有一個共同嘅特點係啲咩咧？佢哋就能夠咧持續保持內在嘅力量、內在嘅心力，係因為佢哋點樣去保持嘅咧？係因為咧，佢哋生命當中仍然有目標同埋意義感。셰비나 다테르 튜닝 케버젠티아 칸라데네 용고어르스나 튜닝 케버젠사다 야나 쳬르 테바여바 나 덴델레 덴체네 코란 튜닝 케버젠여바 신기어레 야면은 지 소스템이야 대수所以咧就係佢哋咧佢觀點咧就係認為咧，如果一個人咧仍然知道自己嘅生命係有一啲特殊嘅意義，咁呢個意義咧
可能係通常嚟自於你嘅信仰咯，或者信念咯。譬如話三寶嘅信心咯。如果一個義人對佢自己嘅生命咧係具有意義嘅時候咧，佢就能夠去忍受咧幾乎任何嘅喺生存當中面對嘅痛苦啦。咁所以呢一種嘅意義感咧，係能夠激發咗佢一啲非凡嘅生存力量。所以咧，佢嘅著名嘅就係咧呢種意義感能夠激發咧非凡嘅生存力量。咁佢嘅著名格言咧，就係知道咧點解為咗啲乜嘢而活嘅人嘅話咧，係能夠忍受任何我哋生存當中嘅苦難。所以咧，佢哋都有個著名格言咧，人一切嘅嘢都可以被剝奪，但係有一樣嘢咧係無法被剝奪咧，就係人類最後嘅自由，就係喺任何環境當中咧選擇自己嘅態度，同埋選擇自己嘅道路。換句話講咧，無論我哋而家身在何處，處於一個點樣嘅環境同埋壓力情景或者人群當中咧，只要一個人心中有信念、有信心啦，佢就仍然咧擁有自由。任何人咧都冇辦法去打倒同埋摧毀。即使係面對巨大嘅痛苦同埋困難嘅時候咧，以至例如不治之症或者破產、徹底嘅失敗咧，都係因為佢內心咧仍然具有信任同埋信心啦，都會變得咧個人生係有意義。所以相反嚟講咧，如果一個人咧內心失去咗意義感嘅時候咧，佢就會產生空虛感，就會覺得人生咧就冇價值、無聊啊，或者抑鬱啊，甚至咧想要去自殺嘅念頭。咁係呢位學者弗蘭克咧喺早期嘅20世紀當中咧就預言咗啦，現代嘅社會咧，人類咧開始正正失去咗意義感。隨住咧傳統嘅價值觀咧逐漸咁瓦解，咁如果個人咧冇學到為咗自己生命去生命嘅意義要承擔責任，就好容易咧會陷入咗內心嘅空虛，咪會覺得無聊或者係迷失。所以呢位學者弗蘭克咧認為咧，呢一種嘅意義嘅匱乏咧，唔單止係個人嘅心理障礙，而係咧整個時代嘅神經症嚟嘅。的確咧，而家就係我哋嘅社會當中面對嘅一個狀況。所以咧，就翻到去咧，我哋講嘅主題，關於信心或者信任嘅主題。咁所以講到信心同埋信任嘅時候咧，
唔係一個宗教嘅口號，而係你喺生活當中咧要具備信任同埋信心咧，係對你生活咧係好有幫助。我今日就係大概講到呢度。